上下哈。你怎么绑，然后就整个出来呀？我们第一天晚上就看那个什么人妖秀的，泰国啊。那第二天我们是中埔文。那你们还要做记号，有的很像。他们自己做只有我们3个人而已啊，你就3个人而已啊。会子那边再自己绑，等一下最漂亮的都是自己人，做的是别人，不会有人承认。随便这样绑就不知道什么图案。你要问什么？会不会很多了？可以吗？这个还是很简单，你放一个放一次一次。他们还有这样子，有很多种。情况最后的上去。还有那个太阳的固定，会不会太开了？它是好野的，好野，很多钱。一边做一边掏钱这样。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厚？没有5块，可以吗？没有5块，5块。可以的。这次上比较有点概念，这边放10块上没有概念。对啊，我们这样就好了。对啊，还是你要粗一点，然后就2个筷子。不要 OK 了，这样子。太细了，你觉得太？你觉得？没关系，你这样子，我等下会再教一个，拿你的蓝丝带转换印，然后拆开来，然后先染，然后拆开来，然后再夹一次，然后再放下去没染，它就会有痕迹，然后就会菱形。对。这个还可以再弄吗？会剪啊，我再去拿一个。小费吗？小费，5毛5块1。借我5块。借我5块。好久。后面2切了。来再一个，再4个就可以了。哎呦，你好多哦！好多钱哦！我给你这15块哦。好，5块。5块这边小的。要摆上面，扣。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反正一条2条。啊，就是说随便来。好，同学，我先问一下哈，你们想要染，因为有2个颜色哈，有一个是蓝的，然后一个就是浮木跟那个咸丰草的。你们要浮木的是哪几个？浮木是什么颜色？老师，还是什么颜色？鹅黄色跟那个咸丰草在一起的。好，那这个我浮木的在左边，然后蓝色的在右边。在这边呢。对啊。那个男生的那个蓝色的。好，我们蓝色。你们是蓝色。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家里啊，画在那很漂亮呢。我打算要挂在讲蓝色包包，我们才用蓝色叫蓝色是错的。对。OK，好了。
天晚上要染出来是这个颜色是吧？你要染出来这个颜色是吧？老师说的颜色是这个深蓝色跟这个的综合体吧？哦，是深的。综合。哇，掉了。简单了吧？小白，小白，我看你的。越来越不清楚。这是正面吗？对折是随便折吗？不行，要用像豆腐一样，像那个扇子一样，一正一正一长还不亮。修剪，来这边好了。我拿那个好不好？哪一个？那要怎么样？这样子啊？你要豆腐型的还是随便的？随便的啦。那就随便抓。那我想说随便就好。这不是我的，我没有空。谁的？那个来圆梦的啦，他说随便弄。他有报名吗？有，他在赶工。随便绑。随便绑。有录音，不可以乱讲话。我不知道我在干嘛。随便绑是一种专用术语。对对对，没有随意自由变换，它的专业术语是随便自由变换的意思。你绑这。他绑的在里面，我绑的在中间。这个叫做随便自由变换。原则上它也是散开的，它不是紧在里面。啊，绑这里，然后再绑这里。平的。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我们想要它的线条很平均，是不是能够用烫口在这里烫？对。好。可以的。因为实际上在外面 DIY 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说问是不是可以？当然可以。就先抓本期。还有呢？还有10元硬币。所以另外一个包包也是。待会再偷懒，我再帮他偷懒，不是要对对。这个老师有一件牛仔的，它已经好了，这个好了。你先放在那个，帮你用。因为你有。你这个做饭类可以。不是要有一个饭店吗？意思说，你这样子连起来有没有？那我
是不是有的人说那个是蓝？刚才在这里啊，就不会往这里。等一下，结束的都在学习。洪老师好多筷子啊！马拉巴巴嘛，马拉巴巴。哎，马拉乌布。以后像我这样子。随便。要2只吗？前后吗？之前这个也是。这个形状的形懒对，这个的要像老师说的，要先做那个。这个形懒呢，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先刻那个形板，秦香。形状的形。再来呢，你从这边，然后就已经歪了，再跑到那个中间，好在这边。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前空。还有吗？还有。不用了，不行了。里面吗？这边吗？好吗？这边哦。是你好吗？没有是随便砸。要很紧吗？我想问，如果要用这个形板，用什么机器？色很色的色。哎呦。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柿子。在里面。这几个。第一个，有3个。好，那这边好的话哈。哎，好的。这边好啊。老师来，我把那个，那个男生哦，那个要懒的在左边，对不对？然后我先教一下哈，大家来看。我这个哈，来句那个马兰那个草给我拿1根就好。这个煮好了哦。这不用煮。对，来一句什么不用煮？变成买的。好啊，已经煮好了，1个就好了，1根就好了就。我们这边哈，我们那个大溪要往直府再上去一点点，不是有个涵洞吗？买几隧道有没有？这个是个很早期，我们古代或者是你们泰雅族还是汉人也不晓得，他们种了以后啊。然后因为久了之后，不是都会堵石流吗？然后可能从上面一直流下来的，然后它就野生的哦。你去那边经过的时候，你会看的话，你们在拿那个花的那一包，我要看那个吉他厂。这个叫马兰，马英九的马，马美惠的马。马你的蓝。我的蓝，可以蓝哦。我的蓝呢？我的马啦，他的蓝。到底有没有卷舌啊？蓝哦。马兰。不是马染哦。马蓝。这个是蓝色的蓝啊，不是我们的蓝啊。很像，对不对？这两个不一样是吧？不一样，你看它的叶子很亮啊。好，它如果在太阳下，它很快就变成一个紫蓝的颜色。然后啊，因为我们台湾也很多现在很多人在种这个，有的人已经把它弄成商业的，然后去栽培去种，很像在种菜一样。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就把它割起来，然后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要泡在那个水里面，然后再加。因为这懒的东西，它的过程很麻烦，然后就是要给它腐烂之后加石灰，石灰之后，你如果说东西很多的话，你要用那个搅拌水泥的那个机器，有没有？把它弄烂的，然后烂以后呢，因为有加石灰，它会把色素沉淀嘛。烂以后再把烂掉的叶子过滤掉，过滤以后呢，还要营养哦，他喝米酒，对，然后还要加麦
有牙套，所以很麻烦。可是现在很多人呢很聪明，大陆啊或者是日本人他就把它弄成结金粉，印度人也是把它弄成蓝的金粉，就一块一块的金粉，然后还有大陆人把它弄成金粉，很方便。然后日本人他除了这个马兰以外，他还有弄那个，还有一种草叫了兰。那我们台湾有叫木兰，像有一点像古梨木啊，那么还是古梨木。古梨木。对，它的叶子是比较大一点，然后古梨木是比较细一点，然后它叫木头的木兰。然后我这个是金粉的啦，然后我就昨天把它弄一弄，加苏打灰，然后把它溶掉，那个粉溶掉以后，我就可以倒过来。好，我先示范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加那个还原剂，要让它还原色素。好，那如果要上这个的话，因为过程很麻烦，就今天只是让你们说，你们也可以来到这个颜色。为什么叫你们垫地板就是这个？如果植物的话都不怕了。这个正道衣服，好，妹妹，怡君，你可以再帮妈妈装水，然后顺便你装一点点的时候摇一摇，不是身体摇，然后小心，全部一起摇一摇，然后再装满那要做好多过程。然后装满哦。那我刚刚是说我要加苏打那个什么还原剂它就是把这个颜色让它还原。脱色之后变成蓝靛它表面会变成一个绿色，然后表层会看到，如果在太阳下，表层会看到紫色的，对，然后它才会染到那个，对。像这个的话像刚刚那个马兰如果要弄这个，它还会冬眠，还会睡觉。这个金粉，你看有一点味道这什么粉？它叫什么粉？石灰牛奶。它这个叫还原剂，叫脱色剂会让它定色是吗？就是还原那个色素，因为我将它金粉结晶之后那个色素已经那个饱和包住嘛，然后又加那个苏打灰让它溶解。然后要让它恢复它的颜色，对，苏打粉跟苏打灰有不一样。苏打粉是吃的，苏打灰是化学。好，那我们这个先等它的水，然后它搅拌。剩下的给你。我们帮你讲。好，我们这边这个还热热的一锅汤。可以喝吗？太会。难怪车子在。因为我有小锅子，我怕会摇晃，所以我就用大锅子。实际上我的是就是那个锅是比来刚才那个叶子，哪一个是木？福气的福木啊。对。它的有没有剪那个？蜂巢跟那个。对，老师用蜂巢跟什么？用果汁机打不爽快。木长得怎么样？一大片的叶子，圆圆的，在那个。用果汁机搅碎可以吗？它会剪那个黄黄的。刀子。叶子很厚。老师，这个不是叫打勾一样的叶子吗？对啊，我待会要叫你们拓蓝。拓蓝。不是打过慢洗净。不是拓蓝，就是用那个粘颜料。那个插花的，就是那个木兰。那个不是插花用的吗？对啊，那什么？阴阳池草。类似的。阴阳池。阴阳池。做那个花环的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就会想要做花环。来君，来君，那个那个铁棒给我，你要过来搅拌啊。真的好。打电话你当老师教我394年前。搅拌多久？搅拌呢？我还用铁那个铁不锈钢的。不能用铁啊，它那个会有那个。对，你们不能用那个阿罗米一定要用钢。你用阿罗米就可以用木材吗？可以用那个木棍。这个木棍钢的。它会稀释吧？你用木棍，你的木棍都已经有上色。对啊，它就会有多的颜色了。好，我先过滤好这个。实际上是我要倒在一个桶子，然后全部过滤干净了。那因为今天你们是放金都没关系，如果是组织像我这个的话，弄这里的话，都会卡在那个缝。它
这个方式是没关系。你看我都拿了玻璃那个面粉的，这个网目不一定嘛吼。你只要有动就好。有啊，这个来，那个下面不是有吗？有啊，这个比较大那个，它下面都是有吗？行道树，行道是有的。你们都绑好了吗？好了。好，那个要染这个的先泡水。哦。等一下，你们知道哪一个是你们的吗？要做自己要做这个。因为我忘记那个自己要认得。我的很简单啊，我的跟你们不一样啊。看一下，有谁跟我一样的？哇，你们一定会搞混的。自己在那个筷子那边再做记号。我有5块，我没有。我有2个筷子，你最多。谁前面还有5块？没有，等一下就要泡水，泡在里面。对。没关系，我把2个。你是什么？冷水哈，这冷水啊。一般的水。你是服务的吗？我要用这个。好，福瑞，好。好了，你3根，你4根，还有2元。好，先听我讲，为什么要泡水？为什么？知道。讲话。那个老师没有讲。因为让它渗透，对不对？啊，如果说你直接放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吸到水？对，要渗透。对，让它吸收那个水，泡在这里的时候，它也一样，它会吸到水。很麻烦的。天哪！原来是土木加那个啦，那个叶子和那个树木一般的水的。对啊。屏风草啦。屏风草就是那个。对，我今天故意让你们都可以，你们都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土木，还有一个骑兵，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对，就是不要放。它那个很热的可以拿来吃。它这个退火呢，咸丰草会退火。马上减肥。那个咸丰草呢？菜菜啊，那个野菜啊。这个是青草茶。有这样子的哈，我们可以打开。一般青草茶。注意听。哦，要打开啊。你们好吵啊！都没有。有这样子的，里面要帮它打开哦，让它都进水。你等下泡的时候也会这样子，都会湿湿的。如果你没有打开，它的用意就是为什么叫你们散行，就是这样可以，水才会进去嘛。被我的手拦到了。你慢慢拿哦，等一下那个我会掉。那我们绑前的也要开吗？不用，只要稍微对。要吗？你去放里面。只要染都一定要泡水才对的嘛。对。然后我们等一下泡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让你们透染？就是因为要泡20-30分钟，让你们去透染。那如果用煮的，有没有透染？一样啊。一样，也是30分钟。煮要30分钟。啊？对。它要那个生的。那边。哎，我们注意一下那个报纸的缝隙哦。好，不要沾到地板。那会擦不掉。菜花盆那个不是吗？是那个汤的，下面就有了。下面多要加。它直接在可以做扇子。对。那你那个彩色的可以做扇子。还可以做扇子。对呀，就加大力一下。对，那个土木啊，然后再加个洗衣袋里。土木，妹妹，这是一家脚。妹妹。没有刚刚这个色，老师你好了吗？这个颜色很深哦，越来越蓝呢。你要不要放这边？有哦，先绑好，先给他洗澡。啊，还有一个。哇，你好多钱。太空飞翔。哦，这个怎么多一个？没关系啦，那没关系，那就是特别的。特别。对呀。我它的尾巴好看呢，那个看起来会这边的钱。我都给他这样搅啦，比较轻盈一点。小白老师，你的手
绑起来。要有技巧。等一下会变红色哦。你会用按下去。他在学功夫，下次他那就放在里面吗？轻的才底下会变白色。你要染那个颜色就。变红色。变红色的。变红色。那你不是要加料？等一下，我要减10块啊！没有那个10块，没有人的。没有绑好的哦。没有写名字啊，有掉的。对啊，有掉下去了，没绑好。有吗？有掉哦。没有了。那个差一点掉了。对，我听到咔的声。再瞄准一点。这个都要染那个，而且上面也不能太久。他们有的在那边还是要泡啊。就会跑掉了。它太慢慢的。我妈花那么多钱给你，每次泡这个小心那个很多。哪一个？每次泡就要1个2一样东西吗？他刚才弄3瓶，他倒下去去弄水，然后再上。不是，我是说不能再放下去。不行，颜色不一样了。我没有用过。我们上次学的是用煮的，它这是泡。它是。